公，正常咪高你下一波穿黑褲嗰啲人。啊！冷靜！點會冷靜啊？你哋睇下個人紅晒，點會冷靜？如果你再繼續嘅話，小梅都噴劑。胡咩啊？打邊爐啫，唔使阿 Sir 幫你搞胡椒湯底㗎。呢條片最近喺網上瘋傳，呢個短頭髮戴眼鏡嘅女人喺大埔超級城牛鎮，懷疑不滿啲牛肉，於是就喺度大吵大鬧，仲發爛渣掉碗掉碟，最後掉中咗一個餐廳職員，結果就搞成咁。咁其中最初佢哋都係一人一句。你公眾地方行為不檢，因為你頭先喺度掉爛啲碗碟同埋將啲食物掉落個船度，大約2:20，但當個便衣真係撻佢嗰時咧，就發爛啦。哇！你隻老嘅！嗱，你又裝？你做公，正常咪高你下一波穿黑褲嗰啲人。啊！冷靜！點會冷靜啊？你哋睇下個人紅晒，點會冷靜？如果你再繼續嘅話，小梅都噴劑。胡咩啊？屌佢哋兩隻粉晒，走到割韭菜。阿作，我哋小梅有劑。你咁樣，哇！水作喎，我再打你，仆街啊你啊！我再噴咁多，你冷靜啊！點冷靜啊？你都唔冷靜，仲有警察，哇！屌你做乜事？我他仆街！大家合作，我仆街啊你哋！如果唔係我叫你要痛。全世界都我仆街啊你哋！香港人都係我手出嚟！你自己啲事點縮啊？我而家鬆開左手邊，你點縮啊？伸出隻手出嚟。起身咪得咯！3對1喎，仲冇受軍事訓練。警方話呢個女人涉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、普通襲擊同埋拒捕被捕，由救護車送咗去那打素醫院治理。俾佢掉啲碗碟整到嘅職員就拒絕送院，案件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7隊跟進。不過記住，打邊爐最緊要嘅唔係啲牛肉啊，係個爐啊嘛。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，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呢？歡迎留言講下。鍾意條片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，繼續支持 Channel V 出更多嘅片啦。各位 Channel V 觀眾，如果你有遇到奇人奇事，請即 WhatsApp 84898873報俾我哋，用百零字講低咩事，有片有相嘅，不妨 send 多啲俾我哋，等我哋覆你嘅時候更加 easy。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 ，Channel V 自開台以嚟承蒙厚愛，多謝大家一路支持。與眾不同嘅經歷造就我哋與眾不同嘅未來，有大家嘅支持，更加係我哋以民為先、堅持報道嘅動力。好多朋友都問點樣可以實質支持，今日話俾你聽 ，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，4種唔同嘅計劃任君選擇，亦都可以自由定價支持我哋。詳情可以登入以上連結。Channel V 會繼續為民請命，抱打不平。記得登入連結，多謝各位支持。